若无讲拢唔知，市面上手摇杯的茶饮料有超过8成，拢是使用到南投民间乡的茶米。所以民间乡公所今年扩大来举办着茶饮的文化节，要来带动更较侪人来认捌这个100年茶乡民间乡。 台湾人爱啉凉的，过来做凉的数量嘛超过便利超商。不过真侪民众拢唔知影，超过8成的饮料所使用的茶米，拢是来自民间乡的好茶。为着要行销在地产业，民间乡公所会举办台湾国际食茶文化节。可以经过一系列的活动呢，可以走向国际，变成台湾之光。由政府举办的世界茶米博览会，为着让更侪少年朋友参加，今年嘛希望会当和台湾国际 茶饮的文化节合作，民间乡公所非常的用心，它有办理相当多的一些茶饮的调制啦哈，或者是一些新的产品研发。除了办理特色做茶饮料比赛，毛市龙各有体验和农产市集等的活动。在8月26、27，卖大大举办音乐会，时到欢迎全台湾各地民众做伙来接送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